居屋咁樣間咗兩房唔逼擠又有大收納，空間有限，設計無限。客廳滿牆電視櫃，到頂集合多功能，滿足多種收納需求。L 型組合櫃，出入門隨手放嘢，啲嘢上下分區任你執。趟門入來廳房，整排到頂衣櫃，分段式櫃門唔逆變形，暗拉手仲慳啲5金錢。地台床大件物品執入去睇唔到唔會醜樣。主人房地台床連床頭儲物櫃，隔離用少少空間分隔出化妝和收納區，功能集中又企理。兩個防通風採光，過渡吊櫃減輕收納壓力。廚房 L 型櫥櫃，上淺下深搭配，嵌入電器更骨子。浴室收納都唔好睇少嘅，床匿雜物顯整潔。有興趣可以 PM 我哋有家私設計和裝修一站式服務，慳時慳力。